有真侪病院为着要防止疫情，拢会加强对医护人员采检。不过，所有医护人员出面真正讲，因为出现症状了后，就要采检。采检了后，病院要求因就要回去处理休困。这段时间因就要请病假，唔但会扣薪水，会影响到个人表现。不过，台大病院说是不会讲，绝对无这款的代志。 受到暴力桃园病院疫情的影响，真侪病院扩大对医护同仁的体检。不过有台大医护人员反映，因配合采检，病院煞另外有规定，请病假就要靠绩效点数。 因为防疫的关系，所以就是医院鼓励你有任何的症状要回复你的主管。那这个有疑虑的情况下，都会抓来医院住院，就是做采检。我们医院的护理部只要是请假，都会扣0.1点，不会因为说现在是防疫的需求或是任何需求。照这位护理人员的讲法。 扣去的绩效点数等于是一天互人扣500块，因感觉互病院剥削。台北医师职业工会表示，按因了解，阁有病院是请病假扣一半薪水，实在是无啥合理。 第一个是说，我到底是要忍住我这个流鼻水跟小感冒来去继续上班，还是我要自动自发的去做采检？其实对于非常多的医护人员来讲，他们心里面是会有一点点挣扎。针对医护反映主动接受体检，说互人扣奖金、薪水的代志，台大病院嘛伫面册发表声明。 八会讲是互同仁改做大厝办公，未扣薪水，绩效等等。不过下骹就有人质疑，护理师要安怎踮厝办公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嘛对这件代志来发言，认为若扣薪水就无适当，会对相关的问题搁做讨论。记者陈雅文、李旭凯台北报道。